再往前站一点，兄弟们，墨镜，小心心，墨镜，小心心。我们的大哥会来的，兄弟们，大哥会来的，真的，大哥会来的呀。大哥，你上去这样，他妈是干嘛？总把带走的，基本上，刚才把的胖脚嘛，不要你妈了，怎么？总把带走才对。帮100个做的人，他我干的这些的，不要你妈了，从头。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人一个墨镜，兄弟们，一人一个墨镜，加油，一人一个墨镜。小心心，不要停，兄弟们，小心心，不要停，小心心，加油，小心心，加油，小心心。感谢周祖茶了，谢谢美女送来的黑米，谢谢我们的西哥，谢谢西哥送来的黑米，赶紧接，我就这样，兄弟们，就这样的话，被你骂了就不会输，我相信不会输的，兄弟们。小心心黑米了，哈里巴克女婿全部有了的，被你骂了从这，用老板的家常卡了，家常的联系做啥的，大哥同学跟弄着这里带啥的，让你等着这，被你骂了从这。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加油，再往前上一点，感谢美女送来的这个黑米，谢谢个人美女，谢谢送来的黑米，送了很多的我们的榜上的这个美女，榜1、榜2、榜3、榜4、榜5、榜6、榜7、榜8、榜9，一个点关注啊，兄弟们，一个点关注，感谢西哥，感谢雪一哥，谢谢所有的大哥大姐们，黑米和小星星一起加油，兄弟们，黑米和小星星一起加油，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给榜上大哥点关注，至少给榜前3大哥。上加成，对，上加成，兄弟们，加成马上来了，跟榜上的大哥大姐们点关注，兄弟们，直播间里面有2000个人，跟榜上的大哥大姐们，榜1到榜50个点关注，兄弟们，榜1到榜50个点关注，加上东北的加上俺去也到的了，我们年可上去就俺去这去加嘛到他关注阶段了，别你妈了，就干到能看见的个这关注这的结果了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谢谢你们。关注了内群内宝友们，感谢我们的知足茶的美女，谢谢，这人这个什么老山美女，谢谢，天天往上破费了，真的是。我们第2把加成什么时候来呀，兄弟们？别你妈了，这黑咱们第2把加成还没来呀，兄弟们。3分钟。没加成，没有加成的话是啊，兄弟们，没有加成的话直接上，现在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没有加成的话直接上，别你妈了，从你家接走了，你看给我讲么喷的看，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没有加成的话直接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加油一把，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最后2分钟的时候，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你妈了，从Lexus 570这里修掉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Lexus 570这里，没这个Lexus 570这里，感谢我们的那群美女大哥，谢谢大哥。第二把加成好像没有，兄弟们，好像没有，第2把加成没来就算了，兄弟们，有什么上什么，现在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上，3、2、1，开，兄弟们！咱不配你妈，这配你妈了，这这样给他们走啊妈！看兄弟们，感谢美女送来的热气球，保时捷热气球有的话，现在看兄弟们，再不上的话，1分多钟的时间来打，别你妈了，从这，感谢大瓦哥送来的雷克萨斯570兄弟，谢谢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保时捷加油，兄弟们，现在打对保时捷热气球。保时捷热气球加油，兄弟们！保时捷热气球，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黑米热气球有的话一起团结！保时捷热气球加油，兄弟们！保时捷热气球，感谢大瓦哥兄弟！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加油一把！别你妈了，这跟上来了，兄弟们！8500，绝对会投他了，兄弟们！欢迎我们的世界河北大哥，今天晚上能不能投他？感谢知足茶了美女，谢谢送来的雷克萨斯570。别你妈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兄弟们，最后1分钟的时间，干嘛节目这别你妈了，怎么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你看了，你看了，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现在上，感谢永红大哥送来的热气球，加油，现在上，兄弟们，只有40秒，这把收了的话，直接收了，感谢知足茶的美女，感谢我们的那群麋鹿大哥，所有的兄弟们，开！感谢我们的希拉哥，谢谢，就这样，兄弟们，团结！感谢西哥送来的保时捷，谢谢西藏喽兄弟，赶紧去西藏喽！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每一位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开播，兄弟们，现在开！
现在看2300多个人，别你妈了从，我你站嘛跳，我站我就要嘛跳，干嘛进去一动看了见，突他讲的别你妈了从，刚才弄个现在，看兄弟们，最后手，欢迎阿菜兄弟，欢迎一冲着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最后手，节目可突他妈就节目可突他，快点节目，快点节目。别你妈了，总把带的俺西蒙，西当跟俺朋友嘛，总把带的。感谢美女，再不用上3天。你这帮人美女的那个3天嘛，再见嘛。别你妈了，从嘛的。3天，莫拉送这个就嘛去。别你妈了，从俺老乡。谢谢，这人这个就嘛，制作差了，现在要粉丝多少？没有2000呀，美女。粉丝多少？我让你跑2100好不好？别你妈了说，帮人都帮上3天了，没人家个关注的叫的什么能吧？别你妈了说，不公出把的了 PK 接的都帮人团结干了，粉丝拉的了呀，家人们团结干了，跟俺了我说这路做的了，钱能把了中国月嘛了呀，关注结果的，钱能把中国月的你妈家关注就装了可怎么配？给这点半亿，家人东北的家人叫我也到的了，没人家个关注叫的什么能吧？3、2、1。粉丝你动最愿意，这人这个就嘛叫不要你妈了，走路走。粉丝你动最后100个人关注下我们的制作差了美女，帮人制作差了美女，最后100个人关注下，哎呀，然后我们的榜2最后50个人关注下，西哥50个人，没俺这个关注接着多，家人你把家人生吧，那群比如多共各种节假走路的各种节假什么能吧？没加到俺这个关注接着，那么加到俺这个那群比如大概3、2、1，150个人关注下，150个人。看把声浪点关注兄弟们，看把声浪点关注，看把声浪点关注兄弟们，看把声浪点关注，看把声浪没加个关注接着的，车人蹲住没加个关注接着什么能吧？车人蹲住家人俺娃，车人蹲住点关注，大娃个点关注什么能吧？家人只把大娃点关注，大娃50个人关注下。家人等把跟谁嘛点了关注去接入什么的，家人等把跟谁嘛点了，我们的帮妻美女点关注，帮把永红大哥点关注兄弟们，西藏男子点关注，帮酒家人给我家人叫我运错这个子跟谁嘛进个点关注，农村做嘛点关注兄弟们，家人几把农村做嘛，昨天晚上票最多上的一个大哥，昨天晚上农村做嘛大哥点关注兄弟们。一冲着美女点关注，天晚上这是我的一个那个雪山点关注，一起点关注兄弟们，我也家人捐啊，绝对你妈，绝对就这个，你也可以要到的了，别你妈了，从西藏路要到的从那个关注结果看出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他直接走这些他们都碰在这，但我没有权利兄弟们，他说什么他说了算。现在是公平，第一把说我输了，第二把我赢了。说最后一把的话，那我们那就帮20帮30那个不用说嘛，真的你理解一下嘛，我懵了，真的懵了，我没有文化嘛，就不会念之前榜上的大哥大姐的名字，我50%我会念，50%根本就我不会念，所以就是他们没人支持我。你这么可怜吗？我不可怜，赢了呀！现在你演技瞎了吗？可怜的人会赢吗？不要说大话了，让我看一看，打榜多少？哥哥姐姐们，你们说打榜多少？打榜30，榜20，不要说嘛。我们就打的话，我们榜10打，真的榜10我会打，这个简单一点。那你会打我万一让你输了，那岂不是我自找死路？自找死路什么意思？行，我不欺负你，我这个人心大，来就打榜10。谢谢，不客气。感谢一下美女。你那么感谢我，给我寄10斤的那个什么，那个人参果。什么人参果根本就今天晚上没打呀？你不是感谢我吗？那么感谢我的话，给我寄10斤人参果。10斤人参果的话，你有实力的话可以寄呀。这样，最后一把打榜10。我们家里面现在没有人参果，需要花这个。
才能买出来。如果你有实力的话，我们可以打人参果10斤，你也可以进小小的一个东西。OK，let's go。可以啊，最后一把就打榜10，你输了10斤人参果，我输了，我输不了。你骂老子，你不要欺负人，好不好？不要欺负人，你以为是我傻子吗？榜10我不会打。你刚才说你不会打榜20、榜30，你说你会打榜10。可以进人参果呀，可以进人参果。如果你输了的话，给我计时吧。我输了你说，最后一把了，反正我输了你说。1000以上的声卡 ，Let's go。拉门布，你得占榜啊，拉门布哥哥。差不多，人参果最好的100多1斤。啊，不要骂了！1500声卡啊，1500声卡啊。可以啊。开会。开！兄弟们，别你妈了，就你来着去。你妈了，就他家人同步，你家人家嘛的不接嘛，家人同步，你家人叫也多，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没叫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你妈家了声卡做对就多公斤连的，这别你妈了总，俺姐跟多个啥家了最多能啊，别你妈了总，多都用过个帕萨帕伊了啊，多都用过个帕萨帕伊，等你姐个用的个这谁那个用的个，你就到的了。干的，也当不错大的，家人碰触大嘴，大的碰触大嘴就是当机的怕是怕，当。将将多的公家，哦，将多的公家，将多的公家，大的不足大嘴，那个撒娇有就从不个撒下年长了，这对的，不公平把的，破了打了几次月就嘛呀，别你妈了从，家人同胞呢，家人叫我也到，没叫过来的那么那么，别你妈了从，我要做的个没人个nam着这nam着叫什么那么nam着叫，但你可能俺给了大些强的做真的真的啊，别你妈了从，没人个nam着这什么那么nam着叫。没人个nam着这是做多么从嘛个来个安个东北人就是都看你嘎嘎做公巴圈的嘛从，nam着这节操为就人个圈的，前那把粉丝拉我来啦，粉丝没嘛这个卡路脚就你节脚谁没票啊什么那把，粉丝啊什么他这个别你妈阿罗从，能谁做嘛我相信你兄弟，有一个飞机我相信你，北语这些我相信你兄弟，雪上我相信你，这线我相信你。别你妈了，我相信；这把酱菜我相信兄弟，这些我相信。江哥，我相信你兄弟。别你妈了，怎么这妈在猜什么个？哦呀，没得这个nam着这里，养过作用的呢。nam着这里节操为巨人个村的家人同胞呢，这娃也到的了，帮上俺子看的呢。你这能把从来干的做么人个，大娃干的这么人个，这人的这么一动啊动空说的名你啥些做？哦，除了家小做的怕了骗马头呢，等你骗头有了嘛的，人把东把那一把多人，这把的，nam着蒙不嘛接什么nam把，么年和三七一起俺这个nam着早晚你接过了嘛的，别你妈了从嘛的，没人这个nam着这nam着接什么nam把，我要作用的，我家三七个弄到哪了，拉下去不接受过，别你妈了从，等你爱自己来的啊，别你妈了从呀。你不管我，来，管去管。我输了，我要带个1500的声卡。输了就输了呀！我输了不能这样子对我呀，哥哥姐姐们！别你们，我是为了大家才打人参果的。你上来呀！可能都不太喜欢吃吧。有咖啡，还有别的，鲜花饼、牛肉干都有。不怕，别不怕。还是打才艺吧。哎呀，怎么办呢？打不打到底？打不打？开完了。啥时候了呀？开完了，开始。开完了，人就是说话算话，说完了就打。男人嘛，你也是苍蝇山的一个女人嘛。哦，我输了的话，10斤人参果 ，Let's go， 最好的人参果。你输了的话，1500块钱的声卡 ，Let's go。我不吃人参果了，打才艺吧。啊！你羞不羞？这么大的一个女人，我不羞。
你前面已经说好了呀，说好了也可以反悔嘛，不能反。决定权在我这儿。我们两个认识2个多月了，从来没有反过，今天晚上我就不会反的。我这个人输了就输了，输了好几次，输得起一个男人，赢了赢了。世界人参果就人参果，干！干！兄弟们，前30秒翻倍，我也有个号，干他！开！兄弟们、哥哥姐姐们、家人们，如果我们家的哥哥姐们不喜欢吃人参果，可不可以换别的？不可以，人参果就人参果。他们有些家人们说不喜欢吃人参果，换别的嘛。不喜欢吃也没有，这个不关我的事。那你人参果是10斤人参果，你送给我的家人们会你关注的。不是你这样，就是你说1斤人参果多少钱1斤？最好的100多。好，那就换成那个牛肉干儿。有些家人们不喜欢吃人参果，换牛肉干，或者是换根虫草，可以吧？牛肉干换的话只有5斤啊。啊，可以，虫草也可以换，是不是？可以换，这个我们大算。OK，大算。可以。家人们不爱吃那个人参果的，可以换牛肉干，或者是虫草，换虫草也可以啊。可以换 ，Let's go。没事，可以换啊，那个管家，我们可以换啊，可以换虫草啊。10位大哥，你10个榜准备好了吗？要来。你10个榜准备好了吗？欢迎老虎大哥回家！前30秒翻倍，10位大哥一定要打啊！哥儿姐们，前30秒翻倍，10位大哥一定要打出来，好不好？前30秒翻倍啊！10位大哥一定要打出来，兄弟们，来前30秒翻倍啊！前30秒翻倍，3、2、1，看兄弟们，来兄弟们，快直接打！你妈了，一人一个囊着。感谢张家安大哥，谢谢南区麋鹿大哥。就这样，还差8个飞机，还差8个飞机，兄弟们，一人一个飞机。感谢我们的能线走马兄弟，一人一个飞机，没顶，你们那把没顶。几把爬上不别你妈了，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没顶囊着，你们那把没上检查的没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没顶。哎呀，现在不用上，兄弟们，现在279墨镜有的话，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加油一把，279墨镜有的话，我们的家人追吧，家人等吧，家人接吧给压到对了，别你妈了，干嘛激动人家着啥事？家人接吧给压到对了，家人给压到对了，干嘛激动接着啥事？俺家人上吧，干嘛知动人？家人上吧，家人东北你把上个娘你都猜了，干嘛知动着猜的？保时捷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点下保时捷接嘛牛子，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没登你们那么，前面没有上过飞机的，一人一个飞机，加油，一人一个。感谢康巴哥，感谢一冲着，别你妈了，等着赢，就这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弄着破没多没有的，别你妈了，靠命。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保时捷279有的话，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前面没有上过的，点下保时捷279接嘛牛子有的没这个保时捷的，你们那把保时捷的，感谢我们的康巴哥，谢谢兄弟送来的279，我这了送的不他别你妈了，他上卡安来们他多工的，别你妈了，家人等吧，家人接吧，碰的是家人接吧，干嘛激动接测试，干嘛激动人家，俺这个家人。他当然俺是胖的，真没胖的，别你妈了，胖的。感谢我们的康巴桑纳兄弟，谢谢。别你妈了，一人一个保时捷俺接着的加长卡了，卡住，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人一个保时捷。现在一人一个保时捷，加长过一下，把这个加长过一下，加长兄弟们，这个加长过一下，一人一个保时捷，4个保时捷，感谢康巴哥送来的保时捷。最后差3个保时捷，加油，3个保时捷！感谢制作茶楼美女，谢谢！最后2个保时捷，兄弟们，把这个加成一定要过一下，兄弟们，最后2个保时捷，保时捷人，别你妈了，接头给他保时捷人，2
2个保时捷，2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2个保时捷，我们的榜6加油，一冲着加油，一冲着加油，康巴桑纳加油，康巴大哥加油，康巴大哥加油，最后一个保时捷，最后一个保时捷，最后一个保时捷，兄弟们，最后一个保时捷，最后一个保时捷，驾车拿到了，感谢我的这把剪彩，破了这了送了个句，说话算话的男人，别你妈了，总，感谢兄弟送来的雷克萨斯570保时捷，谢谢兄弟。现在是加成装备，现在是加成装备，兄弟们，现在是加成装备，加成装备，加成装备，现在首次翻倍，首次翻倍，首次翻倍，打首次翻倍，这别你妈了，做的一冲着能够最末这个热气球这记录的，一冲着加上等吧，一冲着热气球一个加油，加上结巴，扎巴将在加油，兄弟，扎巴将在加油，兄弟，加上结巴，加上给我一系美女加油，一系大姐加油一点，一系大姐能不能保时捷送一个，能不能保时捷送一个？家人接我一系大哥加油，一系大哥康巴桑纳加油，康巴桑纳。家人接把给我接我上台保时捷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家人接把给我，感谢一冲着，谢谢一冲着。家人接我给也到的俺过这里马上我一过来马上，别你妈了从马里。现在我们的家人登巴加油，家人登巴加油，康巴桑纳加油，康巴桑纳。家人接把扎巴江菜加油，扎巴江菜加油，兄弟扎巴江菜加油。家人给我一系，谢谢一系大姐，谢谢一系大姐。家人接我一系加油，一系加油，家人接我一系加油，一系，家人接我一系加油，没用，别你妈了，做一系大哥加油，一系大哥，破烂的叫个这里送一个，别你妈了，做爱子开这个，大爱子开这个，从马克萨奇加入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冲的再加油一点，蜘蛛叉了加油一点，蜘蛛叉了加油一点，康巴桑纳加油一点，家人接把一系，再能不能播一个热气球，一系大姐，家人接把，俺这不给结果呢，得高单交钱是个绿营。家人给我扎把剪彩兄弟，能不能保时捷一个加油兄弟，打加成卡了，家人结把，现在不用上扎把剪彩，等一下加油一把。还有我们的一系大哥加油，感谢我们的一冲的，谢谢，一系大哥加油，家人接吧，一系，家人接吧一样，俺这个家人接吧，别你妈了，说家人接吧，像你哥哥。家人接我一系个加油！家人接我的康巴大哥你很久的康巴大哥，别你妈了！家人接我的姐姐你这个儿子，家人接我的姐姐你，欢迎用户大哥！我老是叫个这里说那个就这样，兄弟们就这样，来的就是小狗就是这样，家母家人接我干嘛呢？激动人家人个家人给我家的歌曲人个家人给我干嘛家长怎么子接动么个儿子家人给我激动人家人啥子？家人给我用户大哥再加油一点，用户大哥再能不能保时捷一个？家人给我用户大哥再能不能保时捷一个大哥？家人叫我大瓦哥加油一点，大瓦哥再能不能加保时捷一个大瓦哥？扎巴江菜能不能保时捷一个大哥？扎巴江菜。现在我们的家人给我用户大哥和家人接我大瓦哥，家人姐姐把扎巴江菜大哥，你们3个加油！感谢大瓦哥，谢谢大瓦哥兄弟送来的保时捷，感谢大瓦哥。破烂的叫个这里说别你妈了，说现在。感谢蜘蛛叉了美女，谢蜘蛛叉了美女够了，蜘蛛叉了美女够了。现在我们的家人结巴大瓦哥已经上完了，家人给我康巴桑纳加油，家人接我用户大哥加油，家人接我用户大哥扎巴江菜大哥，你们2个加油，用户大哥和扎巴江菜，你们2个加油。没有的话，其他大哥大姐有没有保时捷热气球？其他大哥大姐有没有保时捷热气球？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其他大哥大姐们，对你妈了，感谢我们的，谢谢扎巴江菜兄弟。就这样，兄弟们，就这样。他2个呀，来哥哥姐姐们，有没有飞机战榜？我来，谢谢高健哥，我急出汗来了。高健哥补一个，旭哥在不在？家母家人给我的接完你干嘛激动卡了？说多么个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我们的榜我们的加油！我们的榜9和榜10加油！榜9和榜10加油！用户大哥加油！榜11用户大哥加油，康巴大哥加油，扎巴江菜大哥加油，大瓦哥加油，兄弟们！最后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你们前面没有上过保时捷的，新来的大哥大姐有吗？新来的大哥大姐有的话，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我拉着叫个这送那个就别你妈了，感谢用户哥够了，再不用上用户哥。我们的榜8用户哥够了，我们的榜9大瓦哥加油，扎巴江菜再加油一点，康巴哥再加油一点，榜11康巴哥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然后我们的榜10西哥点关注，西哥加油一点，兄弟们，榜10龙的黑猫，家母家人给我别你妈了，做你都一家的，这是家人叫我。
加木，家人加油，家人加格瓦的加瓦你休就格瓦的加瓦你休就起码那么格瓦加瓦你，不要你妈老子大瓦哥加油一点，扎巴坚再加油一点。大瓦哥和扎巴坚再加油一点，大瓦哥和扎巴坚再加油一点，永红大哥再加油一点，永红大哥家人结巴，永红大哥再加油一点，大瓦哥再加油一点，扎巴坚再大哥再加油一点，扎巴坚再大哥再加油一点，榜十一，康巴森纳加油，康巴森纳兄弟加油，康巴森纳，榜十一加油兄弟们，榜十一加油，榜十一加油，不要你妈了，这榜十一加油，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榜十，现在我们的大瓦哥和扎巴坚在大哥一定要加油，大瓦哥和扎巴坚在大哥一定要加油，大瓦哥和扎巴坚在大哥康巴森纳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大瓦哥和扎巴坚在大哥康巴森纳大哥，不要你妈了，做永红大哥，你们四个加油一点，兄弟，不好意思，你们四个加油一点，家人结巴格瓦结瓦森，感谢我们的康巴森纳，感谢康巴森纳兄弟，康巴森纳，谢谢康巴森纳，现在我们的康巴哥邦巴康巴哥加油，邦巴康巴哥加油，邦巴家人结巴小鼻子接入，家人格瓦小鼻子接入，永红大哥的康巴大哥你卡住，永红大哥的康巴大哥你加油一点，然后我们的家人结巴大瓦哥再能不能补一个保时捷大瓦大哥能不能补一个保时捷大瓦大哥。家人结巴，这个家人结巴，当儿子家人结巴，学员家人结巴，关键家人结巴一样，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不要你妈了，从我们的榜十家人结巴，榜十现在我们的榜十永红大哥加油，永红大哥现在我们的榜十。永红大哥，现在我们的榜十永红大哥加油，永红大哥家人结巴，永红大哥加油，永红大哥和康巴大哥你们两个加油，康巴大哥和永红大哥你们两个加油，康巴大哥永红大哥你们两个加油，家人结巴，大儿子个家人结巴，永红大哥的这个脚卡到腰的们的卡住，感谢永红哥。不拉松的笔记，再加油一点，兄弟们，再加油一点！我们的榜九加油，再上一点！榜九，兄弟们，别你妈了，这榜九，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家人结巴，上东阿姐，哎，胖在上个，别你妈了，从个，上东阿姐，胖在上。家人结巴44级的这个上东阿家年和讲个上东阿家年和，对兄弟没事，输了就输了呗，别你妈了操！我们的榜是一系节2900，一冲着节2933，对我们输了兄弟们，这个榜是大的话，基本上我们输了兄弟们。我不会念嘛，所以这个原因，我们的榜一制作差了，现在12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制作差了美女120个人关注下，卡住，制作差了美女120个人关注下，卡住，最后120个人关注下我们的榜一，然后我们的康巴哥家人宁巴兄弟们，家人宁巴，跟可能这个家人宁巴朋友从做么的，出松考大概打定要宁巴。不要你妈了，从这个家老你把朋友从做么的，康巴哥了，没家的年和关注接入的，家人你把康巴哥了，3、2、1，能不能跑一下粉丝1500粉丝能不能跑一下，兄弟们加油！最后80个人关注下我们的康巴哥，尽量把家老你把朋友从做么的，康巴哥了点关注就走路卡住，然后我们的康巴斯呢点关注，康巴斯呢点关注兄弟们，康巴斯呢点关注，康巴斯呢榜上大哥康巴斯呢点关注，康巴斯呢点关注兄弟们，然后我们的榜四大瓦哥点关注兄弟们，大瓦哥点关注兄弟们，大瓦哥点关注大瓦哥，榜四大瓦哥点关注兄弟们，大瓦哥跟可能拉走家人一瓦的拉走大瓦哥，前那把个烂这么的跟居民那跟大瓦了，这把走跟大瓦了。跟大瓦了，我们俺个光头就在这题目那么跟大瓦家人一瓦的，我呀，点错了我们那个家人俺瓦，那去米鲁大哥点光头兄弟们，前那把个牙子根本那去米鲁个牙子根本他妈两个真呐，主播可能这瓦现在就是那去米鲁大哥了，没加个光头接入题目那么，3、2、1，那去米鲁大哥家人俺瓦点光头家人俺瓦，那去米鲁大哥，我呀，点错了你这个永红大哥家人猪吧。跑了送到别你妈了，都装我的家个子，感谢永红大哥10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家人猪吧，
用户大概100个人关注下，主播用户了没加个关注记录看着，主播用户了，军团没单去个关注见的球队，主播用户大概赶紧去看你，然后我们的榜七啊，榜七农村中嘛100个人关注下，家人等吧农村中嘛。没加关注记录听嘛，那么农村中嘛没加关注记录看着要下不，洗给农村中嘛点点关注，不要你骂了做农村中嘛，然后我们的榜七榜八咱家儿子最后80个人关注下，家人结巴，咱家儿子兄弟你是做什么的生意？咱家儿子家人结巴，咱家儿子这个子都没加些个关注记录的听嘛，那么看着，凡是身家看了做个的。不要你骂了，做身家看了人个没加些关注记录的，我也咱家儿子，然后我们的一冲的大姐点点关注，一冲的大姐点点关注兄弟们，家人给吧，哦耶，家人给吧，一系大姐点点关注，一系大姐点点关注，家人给吧，一冲的，没得，他应该带着这次家人给吧的这个，一系大姐家人给吧，然后我们的家人7把掌声点点关注，兄弟们，家人7把掌声点点关注，家人7把加油兄弟们，家人7把，我现在粉丝1100多，能不能跑一下30个人关注下，掌声能不能30个人关注下，家人7把没上这个关注结果了，听说呢家人捐你把康巴森纳点点关注，西藏男子点点关注，学艺点点关注兄弟们，尼玛点点关注，看着。你的演艺中心招什么？现在不招，演艺中心里面人马虎虎的。花啊，不是虫草花，那个准备聚你，那个什么果，人参果啊，虫草啊，还有牛肉干啊，都有啊。需要什么给我备注一下，记得要备注一下。怎么需要什么？你赢了吗？就直接发那个人参果了啊。垃圾个这烂什么的。想吃，伸开机构来。哼，幸亏我这有截图，我榜10 3520票，你榜10 2900票。我又赢啦！我又赢啦！好的，拉毛布哥哥，你的我收到了。那我就牛肉干也我输了，冲菜也我输了好几次。到时候我要什么，我统计一下，我再发给你。人参果可以吗？你到时候我问问我这10位大哥，如果要人参果，我就要人参果；如果要虫草，我跟你说要虫草，可以吧？好。我到时候问问大哥们、家人们。好。OK。不要你骂了，辛苦啦，我这边输了无所谓，但是我们西藏的那些衍生出的那些东西，人参果、虫草，就那些好好宣传你，真的。刘哥要牛肉干好的。OK， 好，我到时候备注发给港赤啊，牛肉干的话只有5斤啊，没有10斤啊，先说好。牛肉干200一斤是吧？180到200左右，郑州的。行，我统计好了发给你。因为这个是干的贵一点，生的不需要那么贵。好，我统计好了发给你。你需要牛肉干的话，牛肉干；需要人参果的话，人参果给我那个这个里面给我确定说一下。我统计好了发给你。好。但是宣传我们的野生虫草和牛肉干、人参果那些都是纯西藏野生的，纯西藏的野生的，没有激素的，纯西藏野生的，对。不是人工养殖的，大家不要拿那些价格便宜的和人家野生的比。本身你说大自然生长而成的。打一把中吧。不打了。你吓什么？3局2胜都打完了，还想怎么打？3局2胜打完了就打呀，打一把可以打呀，不需要3局2胜。感谢南五哥，我不喜欢3局2胜。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想再打了。
我亏了那么多，你就不记声卡的话，你地狱里面你还不是最后一把，不要你妈了。最后一把，我说港赤，咱们不打物资了，打才艺吧。你说什么？修不修？修不修？对，你修不修？你修不修？不要你妈了，你这个毛包。我本来就说不打物资了。我输了那么多次。我没有欺负他，年巴哥哥，我说不打这个物资了，不打那个什么虫草花，不是人参果了。是他说非要打的。他欺负我了，我不会看那个榜式的。我都说了打才艺，打才艺。榜式说，最后一把打一把，走吧。我这个声卡得不到的话，我今天晚上绝对睡不着。我真的不打了，港赤，我没有办法跟家人们交代，因为我们说好了3局2胜。我要言而有信，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港赤？哦呀。等你下次那个什么，没有，下次我不空，下次我其他南马那里去，跟你一起去的话，我天天亏的，没有挣的，真的。我是说，我们下次打才艺局嘛。才艺也不行，才艺跟你一起打的话，我亏的，没有挣的。才艺有什么亏的？真的，今天晚上我买人参果，昨天15根100块钱的那种虫子，还有15斤牛肉干，我那个半个月我挣不回来，真的。你要放平心态，愿赌服输，咱们就是正常打，可以提前都说好了。你是一个大力直播，不是正常的直播。不是为什么每次我赢了，你们都这样对我？我就是正常打，我也没打榜20，也没打榜30。你自己说你会打榜10，我才接的榜10啊。对，会的。怎么到最后我赢了都怨我？我要哭了，你们欺负我！我也没打榜20，也没有打榜30，是你自己说的你会打榜10，我才说那就打榜10吧。我说我们打个才艺的，我不要你的东西了。你说你修不修？必须要打这个什么物资，提前说好了。为什么你们都来欺负我？不是，你声音有点好听啊，这样的，真的，这样。你输了你就来说我也没打榜50啊。很多女人没有这样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有一个特色的啊。你们都来说我打榜10是你自己说的，你自己定的。我也没想到我会赢嘛，我家大哥们就是这么牛嘛，就是这么顶呱呱。要愿赌服输嘛，你们都欺负我。你给我内配要配给做了啊，下岗家嘛讲啊。打输了就说不跟我玩了，打输了就过来带我节奏，说我贪心，是我贪心吗？我都说了打才艺局，你说非要送什么那个虫草，不是人参果，我说唱首歌就可以了，你说不行，提前讲好了，修不修？什么都是你说，然后我赢了，你们就说我贪心。就说不跟我玩了，凭什么？声音就刚才那个声音，为啥？哎，就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好听。你妈那个中！你中完了吗？你妈那个中！你中啊！你已经中完了。你中！你妈了个病！哎，官方我要举报他，这是骂人。官方我要实名举报他骂人，他今天终于骂出来了。官方大大，我实名举报他骂人。我是一个尊重的人，不会骂人，知道不？我这你想多了，真的是。我骂你干嘛？你刚才那个就是骂人，我们听到了，你就是骂人，我听到了。你骂了就是我的一个特色，不是骂人的。竹杖哥哥为什么不要死？这是3局2胜的惩罚啊，他必须得记，这是3局2胜的惩罚。你看，又骂人，你看。你个讲啊！你看。他跟我讲嘛讲啊，中嘛讲嘛讲，当时有讲嘛讲结果的，胖的，不要你骂了。再打不打
闭幕式级。闭幕做出来。下次吧。今天晚上要打。每天晚上咱就3局2胜，打完就不打。3局连是打就打，闭幕式级。人家有点累了，我要下播睡觉。每晚就3局2胜哦，港吃，拜拜。记得我把地址发给你哦，拜拜。